我是阿叶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爱。我是小虎，从这道菜，我请来食好食的东西。故说我对料理和煮食都有兴趣。我可以跟日式烤肉店，大摆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东西，表现出满足的表情和快乐的笑容，这就是我真欢喜的事情。欢喜分享是一个有关爱、和分享的分享。我到今天带着欢喜分享出发，去拜访台湾辛苦付出的劳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到，欢迎分享人的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让我到共下来欢喜盼作哦。欢喜出发哩，祝福大家都是。好朋友夾夾來，愛唱一首紅牌，大家共下來大調戲。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唔驚風吹熱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台灣就會靠農業來立國，因為農業社會對勞務的需求，大特點係狀況輕重要一點。等等經濟形態的轉變，當到傳統的工業沒有了全新的出路。像係製鐵的現代鐵工廠，這邊到現今社會欠缺少不得的基礎產業，鐵的使用本的生活品質提升。今日我就聽日子去拜訪一群鋼鐵人哦。嘟嘟個開門呢？係啊，有人才嘛？張座，就呢個唔好唔好。坐。哦，走。平常呢度點開門啊？8點。啊，8點啊。有準時。啊，因為冇㗎。冇遲到。見半夜我哋就來體驗日嘅工作哦。好，可以。哦，看人家地圖啊哈，一看就係有歷史嘅。細小路片看到咩樣呢？係啊，應該可以到幾位啦？我哋喺打要40多年咯。幾唔中意成日做啊？冇啦，我係用嚟一個，我出咗條田幫忙啊。來啊！係啊。你按樣可是接一久哎2年多。6年啦。所以你也可以獨當一面的嗎？你也可以打出一支刀子嗎？哎呀，還沒，正在學。為什麼會想說要接爸爸的事業？因為其實去外面做也是從頭做啊。從小看爸爸這樣子做，會覺得爸爸這樣的工作很辛苦嗎？辛苦啊！我係15年啦嗬，我做要打鐵打了要40多年嘞。我感覺我目前我最係驕傲的是講，我呢一下嗬做啲東西本人客非常能夠接受啲愛打嘅東西啊，大概認同嗰啲愛用嘅東西啲目前冇添嘞。一下咧，我有一個私人嘅小小嘅要求。一記將我媽媽留下來嘅本來嘅菜刀，第一我就想講，麻煩佢有一記菜刀嗬。係一記菜刀當住喎，啲老人家留下來好好保存哦。做得當傳家之寶。係。個留幫我來嘅。哦。佢一記就係麻煩嘅嗬。一半嘅大家嗬係愛切嚟處理嚇。係樣啦。好。我如果先生生肖啊，將來哦，先拜羊啊，拜祝時呀，孝敬小伙子以後可以做些，加上小虎在田幫忙培訓，
好，来，准备啦哈。讲到大铁嘅只行业吼，我想讲，伊喺只时代啊，应该全部就自动化、机械化嘅吧。唔过我都天上有看到吼嘅一只节目，叫做用一堆铁嘅吼，天天嘅吼，手臂缝嘅，天天嘅打，天天打，天天打，打边去倒嘅呢，很帅。啊，留一大仓诶！嘿嘿嘿，了解来看咧大参吼，好我等下吼，买咧，我了吼建议吼就介意他了天气脚粗啊吼，了吼，了大家脚粗啊挑战加泡蛋糕，哦，了泡蛋糕，泡蛋糕喺嘛解咯？係安樣嘅，哦，係安樣泡蛋糕，我等下你添加吼，叫水打爆氣水，那就呢吼你打腳粗。做唔到用一扎？你一隻做得，你一隻係觀眾愛切切，我切，係愛切，愛強一切啦，愛你添加水吼，啲爆氣水啊，細啲係添嚟你打，你收子，小葉你同埋你切，我帶金屬探測器嘛，唔使，哎呀，佢唔準用嘅錢啊，當好錢，我驚唔咗聊到一天，我捱到咗以前泡蛋糕。我來。安樣嘅錢咪一粗嘅硬果，一粗我啲為了多福氣吼，呢啲下巴佢已經佢咧當場啊，吼我前邊看，佢用我啲前邊看，越多吼，叫我從越多石股上我當硬，一子摸啊。聽陳太哥講，呀，安樣泡蛋糕啊，嗬，做菜刀也係做腳頭，全部嘅效果就會當好，難怪有民眾願意講，我來一片安樣。真件雖然未到太海啊，冇真件當中大海撈針啊。所以現在生火嘛，對不對？对，我生火，我是做燒肉店，我每天要生火啊。那迄樣兩個田木炭，拿迄壓實爐當過去燒，燒炒嘅後咧，將標過去，將鼓風爐去踩。那樣誰？啊，我这边是用报紙包木頭。哦，就小小的木頭啦。对对对。哦，這麼小哦。哦，都靠這個包，然後嘞，把這個木頭放到裡面，然後之後我們再開一個。哦，現在就要開風，就是它有煙嘛，我們要把它煙抽掉。哦，我是用木炭，你是用什麼啊？焦炭。焦炭哦。對，焦炭可以燒到1000多度。哦，它溫度可以到這麼高哦。對，我們買的焦炭是它比較小顆，它會比較好燒起來。啊哈。對。那你現在的功力到什麼程度？一般修理，人家外面修理都可以做。修理的可以。對。打刀啊，打個鋤頭啊。那個比較，因為一般像老前輩他們一般的學徒，基本上是做5年來出。才算廚師，是不是？對。剛才來吼，其實我點火啊，看到個火爐啊，感覺當親切。乜個原因哦？因為我點後面隻火爐，我就感覺吼。干有重要？我們現在最常見到維修的是鋤頭。鋤頭要是維修什麼東西啊？現在它這邊用久，它這邊腳都會變成。應該是直角。對，正常應該是直角。哦，這個要怎麼維修？就比如說我們現在把它放進火裡面生到很紅之後，我們把這個打平，就是拉長，拉長之後，我們再把它調整，再進行那個熱處理，之後我們再用砂輪機把它磨地來就可以了。第二厲害的呢，最多人是拿鋤頭來，對不對？對，再來就是磚頭。對，這個最普遍的，一般外面那個打阿桃啊，它這算是最簡單的東西了，就是你只要把它弄紅之後，把它打了4個方，延伸4方形延伸，然後之後把它打尖。那為什麼不能用磨的？一般你要磨就會比磨很久啊，而且它沒有熱處理過，會比較硬度會比較不一樣。哦，這修的東西還蠻多的哈。啊，這個是什麼？這是一般農民他們設計的，就是他們好像是挖類似蓮藕之類的東西，特別這樣子製作，的這個角度比較好用。對，他們要這樣子的形狀，那我們就一般農民先那個先講說要怎麼，然後再丟給你們再打出來就對。我們就照着做就好。現在我們先從修哪一個開始？我們先從最基本的入門款的那個電鑽先做起。這個我們就是先去加熱。加熱。對。加熱要多久？加熱大概到3-4分鐘。3-4分鐘。對。好，走。
其实我一开始的话，就是爸爸问他的话，我以为他不会答应，因为通常以我们这个年代的话，去接受打铁业，通常比较少人会接，而且这么累、这么辛苦又热。但后来就看到哥哥就是愿意有去接他，然后其实反而就是比较放心了，就是分担一些爸爸的负担，就爸爸不用这么辛苦。那现在够红嘛，对不对？对，你怎么分啊？哪个是用这个敲，哪个是用那个大机器敲啊？一般我们这个用机器先把它拉长，哦，拉长再手敲尖来。尖哦。然后这时候，脚可以踏这里，然后这个放中间一点，然后之后你就轻轻的踏。敲完这一面之后再翻面敲，然后再敲，敲到它这边有拉长一点，对，然后之后我们再回去加温。继续烧，现在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可以哈。对，哪一只？那一只啊，这只。对，你要用包着会比较好。包着。大哥，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好酷哦！其实我较强的吼，迄几台机器，哦，迄模都现场唔是个正动态练的，迄数吼，迄唔多，迄存落去吼，迄数就冇诶。哎，老板，生意上门哦。修这个吗？还要换的，还要换。哦，好。啊，一共1、2、3、4、5、7只。好，你工作很努力哦。啊，一下给我打掉了。然后真的。哦，好，包在我身上。俺走11天，他的技术非常好啊，他打的东西啊，技术非常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东西一下白天了，开始专门修机，啊，已经差不多有30几年了。那接下来呢，就快用手工修了，是不是？对。你一天最多打几只？100多只。哦，所以我今天有得打，对不对？是不是？你要练就是有得打。好吧，来吧。而且歪掉怎么办？这个我们这边先把它敲小，然后再把它敲直，是不是？对。哦。然后锤这样底啊，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它挑角度啦，其实我大的针，我大的尖蛮改呢。我看下那个铁锤细细机哦，俺你紧敲的嘛，俺敲无3支哦，我敲无3支哦，俺水要无力去准的。哦，也冇按改的呢，就打一只铲头的呢啦，希望应该最打8个人机啊，俺要打到吼，要输金刚的呢哦，嚯，当然啦，辛苦。刀伤是刚开始也会刀伤嘛，烫伤有时候难免都会被烫到。之前有一次就是因为他被那个炉子里面的那个热气烫到，对，可能手上这边就起一个大水泡。咱本田烟，咱帮烟的路条，做菜刀，做脚粗种当水手，好用都快点拿来了长，基本上攞過。數字就先嚟嘅。哦，俺賣雞肉嘅，那菜刀都喺揾刀柄，麻煩佢當俺攞刀啊。俺爸俺媽是拿到啲打落嚟。哎，那个，我爱哈。退。学这个要多久才会出师呢？出师哦，3到5年，你可能还在门外。还在门外。做啥做？看俺面就跌。啊？俺面布莱克史密斯啊。哎，俺这都被冲8种了样哎。6
3磅就3磅，好，以後就3磅就。唔會呀，唔會啦。我唔愛看成品有及格嘛？你會動手嗎？而家唔而家倒出嚟會唔會呢？走的。我是往哪帶數嘅？這個啊，走的。唔看，走的泡。前泡蛋羹。這件冇熱到啊？係啊。係啊。唔過當然錢。這個啊，有幾下水哈？我係打腳操，啊，啊，依群小虎要喊我咧，全幫我咧打。哎，好貴就是呢，哎，真的。哦，看嗰小虎嘅鬼神嘅啊，無手手誒，都大天天做些，就會變到無數誒，哦，哎樣，看嘢就當認真，當辛苦嘅做些一樣誒。唔過我真係要知道當好奇，嘅傳統嘅大天天嘅哎樣，哎，也現代嘅鐵工廠，係咪就？日傳統嘅大天天係窮樣嘅，故所我就拜託我嘅好朋友江導，而讓我介紹伊嘅鐵工廠，我嚟看啦。啊，邊個？做乜一腳頭就腳頭嘛？嗬，係。一底係鐵嘅。係。蛋糕做乜樣㗎？一定要泡蛋皮，鋼都有蛋糕咯。泡蛋糕了就得等候。啊，你用一些嗬，個腳係鐵的，可以用一些個鐵的會磨損掉，會保持出頭很利，這樣嚟做。我聽下來講，聽下嚟嚟做。我先標落去寫。係。好。該小虎，我現在在看着我們做。外面嚟翕相，外面搞卡梅拉，可唔可以搞幫我得獎幫考能夠？好，唔先生，好來。在那的時候，我會教卡梅拉，我當我教。根本以嚟佢講我大呀腳頭，我哋想講嗬，外面就失去可能，教冇外面我得獎。係要睇㗎，冇礙嗬。退。好。阿媽好啊，做得好，係做得。加入噴檔的護法嘛，一模，還有，下得快一點哈，就是間隔再短一點，對不對？拼一拜了，來，好，再一次啊，音架要重一點，來，提高一點，好，你看第3拜哈，第3拜。好，這次動太急啊！你一想要瞄準哈，你就越瞄唔準；你一想要噴火，你就越噴唔出火來。哇！啊，你一個腳頭吼，差唔多打幾球這樣打吼。差不多1點鐘。1點鐘啊！係。這個，啊你腳頭都打火哈，好，後面就打唔會，你看到冇？好有殺氣的一把手筆。小虎就上棒走，你要給他走活的哈。哦，看起來當好用嘞，啊你做的中檔東西出來呢哈。腳頭打好嘛？打好的，你看。對。你要叫小虎吼，我打出來腳頭，音樂腳頭打好的。採樣這個仲係採送。當啊，而家就全部人全部按一錢咯。也當。佢打腳頭，佢就送唔出啊你。係啊，佢啊，做咗嘛才是數碼噶，才不買啊。第一個讓我稱呼。這樣講。啊，狀態講喲。要中檔飯嘛200人平。 200人平。中一道樣出來。差唔多20種有啊。呢種有啊，我哋夏天出來啦。基本上就攀竹嗬，本日就佢辛苦嘅打鐵嘅強提升啦。好啊。好。因為喺度想募集咗食材啦。都對啦。哈。都對咋哈。都對。我就這樣幾把電東西。得好。這件哈，我是冇聽生意啊。哦。接下來哦。哦，我是件我去啊。好。我聽我去。看呢個當場係2件呢。做它是，然後就看怎麼去鑽孔。請問，那邊林先生，
哦，我是。林先生，嗨，你好，我是江导介绍来的。哦，然后刚刚有打电话跟我通知啊。对。我今天呢，就是早上有去体验了打铁店的工作。是。那今天就想要来认识一下你们这铁工厂。到底你们工作内涵跟这个打铁店的内涵有没有什么差别？欢迎，让你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内容。谢谢。好啊，那这样可不可以带我参观一下 ？OK， 好啊，走，我们里面请，来，请。你好。史夫哈。对。而且这是我们王俊达王师傅。哎，王师傅你好。你现在在做的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公园电机的它那个马达的壳子。哦，工业用的。工业用的。对。你在这边做多久了？我这个做差不多30年。哦，有这么久了，然后几乎都是做像你们这个工厂里面都是做那种重工业的那种机械用品啊，所以不是靠就是你自己想象要做怎样就做怎样，就是客户厂商有他的需求。对，然后你做给他。因为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客户他提供图面，依他们的设计的方向，他要的大小，我们做给他。对。那我们不能帮忙代工，整个把他要的精度，包括加工的部分加工完成，然后送回去他们厂内自己组装。哦，哇，所以这个你这么重，你一个人有办法扛吗？没办法。一定要用吊车，天车吊车。天车。好。月姐，这是我们徐永祥徐师傅。哎，许师傅你好。这也是我们的老员工之一啊。哇，在这边做多久了？出生到现在就在这里。现在这里啊，我看到每一区都有不同的机器的这个样子。那你现在这一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你要说工作件的话，它是属于电线机械的配件零件。做零件的部分。对，但是它主要是制造电线。某一个的区块的零件。某一个区块。对。哇，这个跟工厂的里面的机械啊，的内容。真的有很多的不同的样貌。是啊。学这个要多久才会出师呢？出师哦，3到5年，你可能还在门外。还在门外？那你现在有徒弟吗？没有啊。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跟你弄的。不喜欢做偶秀啊？因为我们来这就是又黑又脏又热，然后又没有冷气可以吹哦。没办法装空调，因为你加工件有的是你筹造的话，你不加工的话会有很多铁屑，有一些灰尘一些状况，好辛苦哦。师傅你好。这是月姐，这是我们骆红利骆师傅。我刚才这样子走过来啊，看到你这一关哦，最帅哦，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机台的感觉好像要做那个钢铁人，有没有？你有没有看那电影？很帅。是这个是要做钢铁人吗？不是。那你这一关是做什么？我们老板交代给我的是模具类的东西。模具哦。对，要冲压成型的东西，就像我们一些小零件。它可能没有用加工的方式，就是用冲压，用这个的压力大概有3000吨，3000吨的压力去压出我要的成品。对，有些类似像打铁一样，我们要一直打，打到它我们从很厚到很薄，它只要机器一压，它就成型了。所以说这个是机台，不是成品，不是。它是机台的核心的部分，机台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刚才这样走过来啊，就感觉这里面地板滑滑的，是因为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油吗？因为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它会有因为铁在切削，像我们打铁一样也有火花，我们这切削也会有火花，所以我们势必必须要喷一点切削液，然后让它降温，避免我们受伤。因为烫到那个切削下来的量，那个的都是非常高温，然后不去降温的话，对人体之间一碰到就是2级烫伤以上。刚才在那一关啊，许师傅讲说，做这个工作啊，要3、5年才感觉好像
有一点点成就，有一点点的入行的感觉。那你做几年？我已经做了将近30年。那你怎么会待得住啊？我就技工科毕业啊，这手都烫伤的啊。对啊，这样好辛苦哦。那不能给他们带点什么防火的、防烫伤的，还是就还有一个状况就是热，大家也嫌热。对，这是比较现实的考量。因为我们环境上真的是比别人热很多。那我前面问那2位师傅，他们都说他们没有空去吃饭，因为我们明天要办桌，然后想说请你们吃饭。那这样子，骆师傅肯定也是没办法喽。因为现在被环境所逼，等一下，连我们都要做到。这一位林老板啊，你不要这样子苛刻你的员工嘛，让他们吃个饭有什么关系嘛？没有苛刻他们，因为有时候压力。老板要让我们休息吃饭，我也不会去吃。为什么？我们要赚钱啊！我们为了生活，生活一定要赶快赚钱。我们还要求老板让我们加班。好啦，辛苦了，继续加油哈！虽然饭没有吃到，手有握到，好不好？我给你们加油。好，谢谢。好，继续加油。辛苦了，小心。好，走。Q， 月姐想要来了解我们工作的环境。你看阿 Q 啊，你有冇系马 Q？ 是我亲舅舅啊。这个阿 Q 做嘛要到那边做生啦？这可以应该是老技术的。好，就是老技从天数就超费了。我看人家做一下铺门的都嘛还好。钻孔。钻孔烫啊。你螺丝啊锁起开，就钻起开。我来看人家片啊，有动刀敢用个钻的啊，那根本你都个打铁的个点的方啊，你有看到动刀人，然后拿也爱用个钻的啊，你本去修理啊，你本去打比较尖对喂，今日叶片迄爱拿迄个打片点本去打。那种鱼的啊，铁杆啊。迄个铁工厂啊。冇辦法啦，我那有辦法，我知道個細妹天生冇辦法，唔靠個地度那有細妹嘅，地度個環境凍熱，然後要凍到嗰樣嘅污油啊，然後佢全部個鐵咧，哎樣金屬感啊，凍重，然後我知道細妹嘅，衝眼地看到地度啊，完全看唔實咧，看唔實個地度會擘開東西。请问一下，这为什么又要在这边磨，又要在这边磨，然后又要在这边磨？这3个的功用是什么？这是磨粗的，然后这把它磨细，然后这会有个那个小穴，然后把它磨掉。我看它这个好像感觉很粗的那种砂石的感觉哈。是。这个边就比较细。这个就不是石头了。这是木头。木头。用木头的那个里面的纤维把它的那个屑把它弄掉。那这样这把刀就好了吗？没有，还在里面用磨刀石把它磨更利。这个一把刀，1个、2个、3个、4个，还要5个步骤哎，4个、5个，对不对？哇，好，那我就跟你进去看看这一把刀还可以怎么做。就负责磨刀子跟修一些东西。那你帮他们修完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吗？就脸上开心啊，就成就感。走活嘞哈。你检查看，哇，像一起新的，不一起新的样诶。金光强滚啊！哎呀，几早鸡就上次出来看到你啊，唔厉害。咩？竟然买只鸡剁诶，二来也攀做本色啦。哎呀，很紧啊！我哋本来就来攀做本豆色咧，阮点出来，像我生物啊，一同好生物嘅咯。我哋先不到出皮饼，他就皮饼咧做只好来嘛个哈。吃的饼哦，吃的饼哦，看起来一片冻到个东西啊，压来也系乜解？你哈，你很你他妈会讲哎哈，你叫不长体验，
哦，真嘅啦！哎呦，好啊，给你吃的眼看啦，看有吃的，哎呀，师傅讲个吃，叫乜嘅？吃饼做料理啊！做料理嘛哈。哎呀，你看把试试过。好哦，看有理啊！你吃哈，将来，好，对的哈，对的，好。好，繼續等下就來，請你收集食材。好，吃。那等一，好，謝謝。真的，这个行业真的是蛮辛苦的，钱真的赚的也不多啦，养家糊口这样子。坚持下去，做了行業，到了行業繼續穿下去，認真打拼。哎，我这是。好。有虫。哦，你去乱讲了。有备而来。少2个东西。愛唱一聲澎湃，太個澎湃大條絲。哇！你啊，規山誒，塘口全部就係種嘅起誒。吃誒。好。我先來嘅。從第一件開始。我見來啊。係啊，依家見咧開始冇方便咧，你怎樣去唔能我？冇就好啊，最後健成留機會啊，抽天牌。小姐，我好。我哋喺家電視台，今半夜來到新埔啊，我想要煮菜盤嘅大鐵店嘅陳師傅，新埔，然後先後一間大鐵店，係，嗰還有個鐵工廠嘅工業室，我想我呀來人做些穩到嘅吃誒，好，然後去煮菜盤嘅時候，好，做得嘛？做得，跟住乜嘅寫做得盤係做？烤皮。烤皮，削皮啊，然後還有散打炸皮，炸吃誒，唔該，準備好誒，有備而來。嗰時候見呀，就係我哋到個大鐵店，然後嘅頭家家少2個東西，少乜嘅東西？網子跟竹竿。要一骨天天啊，用網那度哦。誒，叫做用牙，哦，嚟將嚟就炸，就小虎皮。啊，等下，炸吃誒，其實哦，講到人類吼。真嘅係聰明嘅，我係叫兩隻演員嘅東西啊，講嘢係雜吃嘅用嘅。長相講樣嚟雜，結果咧去到以後，張提講哦，叫刀柄刀苗嘅，誒，真係當好用嚟當好上咧。用機器來，佢係那簡單，就吃到眼睛會。用神法，然後用膏，然後就會用頭腦、用智慧，然後本起個神法下那片的，也就係你眼睛鋪嘅輕重要嘅動力。這個給你繼續做柿餅。哦，謝謝。好，那我們就拿着你的愛心柿餅，然後去做菜給打鐵店的弟兄們吃。OK，好，謝謝，謝謝。安子些，你用餐桌，煮菜喲。你嘅防疫成效，用到鴉片，加油，好，跟一下，就問你用啥？咩，等下，曹本員嗬，我哋個打腳頭嘅時候啊，魚雜嚟買腳頭嘅嘛，佢講嗬，腳下種菜，喺埋去綁50錢，真嘅呀㗎，哦，跟我做事哦，做嘅烹飪員嚟哦，唔可以嚟添喎，冇你嗬，點會唔做啲啊？市場教本，菜園教本啊。我加油哦！好，加油！好，謝謝。你好，阿姨，哦，買魚嘅嗬，買東東嘅要下講嘅嘛，係嗬，原本嘅做得嚟啦，唔做成，我一定會下講嘅個葉一樣嘅。頭啲咩做得嚟？做得嘛，啲係啦，係好嘅。啊，用嘅，即係阿姊嚟，你起咪梗成年俾當貨。我買5個喲。夾我買5個喲。老師嚟買5個。老師係嘛？我有。老師來買個魚吧。買個魚。今天貝殼也有。
很新鲜哦。哦，这个是什么鱼？Yuki 的，Yuki 啊，Yuki 很好，因为没有拿走的，先不来，2条就好，买五个，哎呀，哎呦，唔得诶，幸福就有空天师嘞哈，有空天师，来吧来，哈控啊，100就什么啊？什么？两位两，就200个。哎，條揀呀，條揀，但係要讓天數買五個哦。有啊，你啊。呀，我上個印尼愛用嘅，QQ，一盒嘅用嘅韓國嘅，愛用都得冇？都得啦。哎，阿子有，什麼條揀啊？什麼條揀用？仲喺個。係，係來了。係啊，腳頭好用嘛？好啊。哦，一啲呢吼，好用啊。天白用到吼，按係先打好嘅腳頭嚟過嚟吹天吼。哦，我聽講，佢搖呢哦，set 罐哦，係乜嘅嚟做嘅？做幫手嘅。啊，你幫手，一按個身個好嘛？都得的。所以講，你要吹中了一獎哦，冇瀉藥嘅吼。冇，我哋就冇瀉藥嘅，100%冇瀉藥嘅。加吹天一個，錯一棒嘅。我當上也吹，我所以揾3條嘛。做得啦。按樣係條按樣割啦吼。按樣係是做得。一條哦。好。哦。咁樣啊。這個冇瀉藥嘅呀，當時啊，我哋攀走了吼。好啊。安息。哦，打鐵嚟。好，供應好，大家按辛苦啊！我好，武昌嚟提供本技術冇問題。一下我去打工嘅，你係唔係去摘菜嘅？菜園當然咧啊，冇做乜係唔係？來看一下。唔係東西。哎呦！音樂琴的哈，有詩哎，做麻將哎，一聽說嘅中藥房，係啊，條揀洋葱哎，係啊，菜條哎，香菇，哎呦，係你嘢哦，哦，睇乜嘅？你說乜嘅？豆腐唔簡單，豆腐市場內嘛有，冇你壓力請豆腐。好，來。我就是老板好。好。我哋客家天師台，上我嚟啦，做7幫一袋豆腐做得冇？都得咯。做得咯。係啊。又拍又嫩嘅豆腐哦。真嫩真拍咯。哇！家下有乜嘅4本喺度做？我有冇天數？這天來。天買天切都得咯。天切豆腐難的事情，很難做。簡單的事情可以做。我們切豆腐冇難的事情。你愛難的事情不會做。哦，當然，我切豆腐。上次哦，我真係當皮膚牙齒幹，我做切都按火。哦，你我做得很強哦，我根本最傷的切豆腐的嘛。哦，看到冇嘛，精湛的刀工。切得做得冇？做得好。做得。有冇？有勁哦。因為有氣格。咩？都會調理啊。調理。家下做得揾豆腐嘛？都得啦。有勁可以做誒，你哋做啊？你哋做啊？哦。太小哦。清奇耶！哇，你哋涼拌就做得食嘞。做得。我嚟做哈。做得啦。怎麼啊？這樣。做嘛事？我真正的刀，我要切到真好啊。因一批到規件咧，全部就給豆嘅面絲，然後看過嘅哎豆腐一袋從哎用煮啊，然後嘅汁啊變形啊，然後一袋，看有嘅哎用嘅感覺就心情當好。這件吃的東西就會有療癒的感覺。都要靠經驗的累積啊，沒有辦法
一蹴而成，就看心态，最主要是那个心态，还有眼睛。所以功夫是哪里来？眼睛看来的。我当初也是算家里的逃兵，我也不想接家里。爱枪已是红牌，太家恐怕会打掉死。今年你就煮饭补给地都给辛苦嘅打铁嘅师傅噻，佢还有个铁工厂嘅师傅。系啊。咁样今要做嘛菜？日式凉面啊。哦，都马上做日式凉面。你当年唔係食兩日嘅半條食到姜嘅。你講嘅是都當姜，哦是當幾位哦？姜呢？係啊，今日因為一片咧鳳嘅走馬當有名，古時我就用走馬來炒肉。千呼万唤始出来，来地太个还形成电动 Q 有冇？是动的。哎呀，林先生还有林生 Q，一小虎。虎哥好，你好。記得啊，就係去嘅鐵工廠，記得開鐵工廠，然後阿 Q 咩都工廠地都聽書。哦。係啊。你幾錢同塊？我一片陳先生，即係呀，後背後面有一件老店嘅。打鐵嘅老店嘅，然後唔到雖然同樣係打鐵做鐵嘅啦，唔過唔到喺工廠，專門係做嘅企業嘅啊，工廠地度老人設計好，人設計好，然後老佢做太用嘅，錯冇？一記得咧，全部做成塊用嘅，從農業時代用嘅東西，腳頭啊、刀馬啊、菜刀啊、磨鐮嘅拍鐮啦，剪刀啊，係全部就係家庭用嘅。像我手工打出來啦，完全靠自己的，靠牛雙手，靠經驗，靠經驗。生產量啊就喊啊，是一天生產量沒有像你們做這麼大。我純粹人家也手工打出來，手工的啦。可是這才真正的技術，真正的工藝所在啊。係啊，記得嗬，要靠天咯，要挖土，人家啊唔是挖土。就要做出來。靠條路嘅。雖然講係一個工廠，一個係老店嘅，唔過我知道有一個同樣嘅問題，就係乜嘢嘢？就係傳承嘅問題，要當到搶唔到工人啦，搶唔到人。沒錯。搶唔到人做事啊，好得啦，好得唔到一兩件嗬，全部就係要喺會台。自家生意嚟很正，搶人來嘅，很正人嘅些，一咪係一四條架，一係唔就成本一四條架。我搶冇人啲四條架那個結本啊？可能在2-3年之後吧。2-3年，希望人來嘅，終於來嘅啦，然後傳下去嘛。但是，嗰啲冇就咁樣啦。係咪好？嗰時是
下一代去快去亚湾上班啦。哦，要看他自己想不想就好。哦，所以你也是开明的想法。那你呢？你已经结婚了，那他要有生意了没哈？有两个了，一男一女。好，那你以后会想要让你的小孩继续继承你们的家业吗？应该也会让他去试看，不会强迫他，因为我当初也是算家里的逃兵，我也不想接家里的。哦，我也是觉得叛逆，就是有出去老公啦。对，只是想说，可是也想到爸妈年纪也大了，一个要成立一个公司跟一个技术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想想还是回来帮忙。哦，跟阿 Q 咧，阿 Q， 唔主要一下都要工厂啊，要按到嘅工人按用做事啊，全部就年纪全部就年资就一度嘅咩嗬？而家係平均啲啊師傅同40歲、50歲。係啊，啲人用冇後生有冇教人用？後生也輕鬆。做乜咯？嫌艱苦垃圾。哦，無數嘅啊，然後又冇人要做，然後就像一打鐵咁樣啊，又熱啦，然後又辛苦啦，環境又糟糕。對啊，又冇辦法做西裝上班。吃都還好呢，我吃的蠻帥的啊，那個蠻帥的啊，砰，可是母大都唔低，蠻帥的。小姐來的時候你就覺得不帥啦，哪有？你就有點黑啦，我不認識你啦。沒，呀，我就問小姐，對啦。我唔掂埋嘅狀況啊，唔掂埋情況啊，加半機啊。哦，結果咧，迄個加半機過後啊，然後看到佢愛用當然愛用大鐵啦，有次都後悔嘛。後悔咪亂猜嚟啦。啊，亂猜嚟。你唔好你講，高莫佢當年哇，佢係新埔最壯的男人呢。壯還是每天工作人衝按周末班店總按鬼面舞的啊！呢條路哦，挺辛苦啦。每動到職業傷害啊，那個按小五弟嘛哈。綠豆啦，綠豆啊，係啊，還有給用蠟按衝哦，給會吸入很多那個廢氣啊，會讓種身體健康嘅對外用品。哦，係啊，有時聽佢講唔會做嘛，唔會做啊，冇做冇事啦。我變成人想看，其他人都按好腳頭啦，無念的啦，都農具來用的嘛。可能本來都農民，總是按到好些的農出不來。係啊，我按你想啊。13年哈，一用田着的。大哥是用手打出來，對啊，我是靠機械力量把它洗出來。洗出那個樣子。係啊，你水幾隻雞就會啊。咩規海長房地度，還咧用油啊、糊啊，又冇人去嘅當然啦。嗰還有師傅講，一出事哦，起碼要3年、5年以上。咁冇天才，都要靠經驗的累積啊，沒有辦法一蹴而成。就看心態，最主要是那個心態，還有眼睛。所以功夫是哪裡來？眼睛看來的，學來的。唔過唔看，還能有親戚他好，咁嘛阿 Q 很天數，都都按用用他來天數。古時候也好，真係知道一家人的力量心態。家人的力量是最大的。好，來，我們來進家人。不斷的感覺。對，還有這個林大嫂。辛苦哦，辛苦哦。三萬個朋友，一天內，堅持夢想。幸福，因為有你。